Sing-Con 喺我記憶中就係有一個人企喺舞台中央，當住全校1000幾人展示自己嘅五音。但係咁多年嚟，我都係對救恩書院嘅記憶面久久不能忘記啊。Anyway， 喺我中學生涯入邊，我當住全校面要 YT 簽名，又同個泳兒合照，再加上我係一個 E 人，所以我報咗Sing-Con。喺11月嗰陣時，我哋就舉行咗我哋最後一場嘅運動會。至於成績係，我就唔講啦，我放喺呢一度啦。總之，為咗彌補我個運動會嘅遺憾，我決定要喺Sing-Con入邊至少做一件離譜嘅事。到時候嘅我就會帶住個黑超，孭住個書包，直接 cosplay 唐寧莎。雖然我掙扎咗好耐，但係我都硬着頭皮報咗呢一個Sing-Con比賽。呢條影片嘅 credit 係俾我哋嘅靚女老師 Miss Lai。然之後到時候呢個黑超一個冇一個甜色，呢個仲驚過去同女仔表白。有同女仔表白過咩？口乾係咪正常？係啩，飲啖水咯。唱咩歌啊？背脊唱情歌。哦，加油一定要贏！你再嚟個呢個。我一定要贏！仲有10秒，仲有30秒到你咯我希望我嗰時候唔會腳軟坐喺度。可以講呢一刻完全係我呢一世人最緊張嘅時候，仲要係我隔離仲要係2個唱歌勁好聽嘅女仔 ，OMG！ 下一個到你喎。冇啊！黐線，超驚！俾鼓勵佢啊，主持。好嘢！唉，你真係啊，敷衍到嘅哦。跟住就係準備上台啦。哦，一定要贏！示威。識長一齊唱。願這個流行着為下意人滿將來，多謝了日本還在喝彩，眼淚若然多，用背脊唱情歌，難道從口袋可以望穿我心裏痛什麼？正面冇成果，這走的步就別來攻破。願這歌悲到一傳輩人一都忘掉我，尚有沉重的幾句，非要唱不可。世事沒如果，別再期盼如果，明明放低得你，竟已唱新歌。我尚在如此不知怎唱着別離開我，失去你，唯有等歌迷去喜歡我。只可以講啱啱嘅表現，絕對係一場令我完全係可以載入我自己人生嘅一個好精彩嘅時刻。至於後面係真係唔知講啲乜嘢，就走咗啦，係因為我太驚啦。不過我哋嘅Sing-Con仲未結束，後面呢位肥仔係 Terry AKA 肥羊。早喺好幾個月之前，我哋就已經傾緊Sing-Con啲嘢啦。最後經過多輪嘅掙扎，我哋決定唱168.5。
住公仔都會扭轉晒，下字上面對所有中傷，力上向你所嘅方向，要為強尋找信仰，就要不根本想做埋居個偶像，勉強得168.5，卻有一堆獨有天賦，自問擔色嘅個天賦，冇介意覺得168.5。放熱個西直至放你身高，有幾人點數去腦海分佈，就算如記得報，記數如信都冇，對明世俗眼光擺佈。只係全班排第一，大隊衝出課室，着埋高帽威七七，嗌個天啊！靈魂嘅聲快快啲頭腦發知，全世界都知最好光明美先，最長保險嘅指數，不斷自我變圖，有風險有安全感，做翻市民條件好，中意位唔識擺就眼淚心低嘅人好，我變數你個眼淚情你根都見唔到，地產行勉強得168.5，卻有一堆獨有天賦，自問膽識直覺典故，冇介意覺得168.5。創建個聲直接放你身高，有技能經上去腦海分佈，就算唔記得報，記數連信都冇，我對全世界眼光擺佈。其他冇身高優勢，唯有靠自加粗，like a pro， 唔同把數都要到一鋪嘅數，知有不高，唯有同對手盡力入拖生得矮，唔緊要，最緊要用查實質高嘅。係你多數主角請翻高佬做報邊，靚女見到隔離唔再嗌要數要得高挑嘅，一時估話一時坦白先係最高挑，一壓標就連高方真都早已 keep it real，勉強得168.5，卻有一堆獨有天賦，自問膽識直覺典故，冇介意覺得168.5，創建個聲直接放你身高，有技能經數向腦海分佈，就算唔記得報，記數連信都冇，我對明世界眼光擺佈。跟住就係已經去到準備公佈結果嘅時候啦。而家嘅我係勁擔心老師宣佈之後會唔會叫到我哋嘅名。嗰陣時我淨係心諗，喂大佬，冠軍喎，冠軍係歌手級啲人，我點打呢？咁當然啦，咁最後個成績係同嗰個冠軍差連13分添嘅，但係唔緊要，我哋最後仲有一個合唱組。咩心水啊？第3先嚟聽下先啦。喂，你好人，你好人。可以嗌下，好細把。都要宣佈啦。好，季軍高級組合唱嘅組別就係唱168.5。最後真係冇諗到俾我哋真係拎到個合唱組第3名，咁係時候應承咗大家要打扮咁樣上台。講到呢一度，我淨係可以對2025年嘅叱咤講一句：贏咗啊！叱咤冇5強。最後呢，我哋人生第一次嘅星抗比賽就咁結束啦。雖然我哋備戰緊 DSE， 但係我哋都用咗好多時間去練一首歌，甚至一開始我哋係3個人一齊上台，最後變咗2條友，而當中亦都經歷咗好多困難。但係就係呢啲困難，先成就咗我呢一個難忘嘅記憶，亦都好感激所有幫過我嗰啲人。希望大家之後如果仲有星抗比賽嘅話，我係一定建議大家人生至少都要參加一次。OK， 唔喺度煽情啦，我係 Ling，我哋下集再見。